镜头转来到国内，望清贵妇奶奶苏丹端含情男朋友一家伙仔涉嫌诈骗超过1亿。7年前，伊走去加拿大美红通缉，若今仔日总算登到台湾，送去台北地检署归案。头毛包起来，戴乌青目镜、网红贵妇奶奶苏成端，初一透早登来台湾。你有吸金或是诈欺吗？被通缉的伊7年前走去国外、旅游海外拢无登来，即马主动讲要登来台湾，自加拿大被押解登来。苏媛利用高知名度，涉嫌与前男友黄源及黄富等，共同以我诊所名义，向不特定民众吸金，金额逾新台币1亿余元。贵妇奶奶牵涉的案件是甲前查甫朋友黄博健合开医美诊所，2018年无有经倒闭，无买料亭的消费者甲投资客受到严重的损失，被控迄金诈骗超过1亿。对问题拢无回应，贵妇奶奶登来台湾了，随后调查官带回，经过询问，将解送北检归案。不过案件的被害人委律师批评，贵妇奶奶利用网红的身份营造无辜的假象，也早就做好所落来法律攻防。相关涉案人等就是有回来哈，就有至少有也是一个希望，也是一个机会，被害人的心血能够就是尽量的要回来。其实，在去年5月，贵妇奶奶前查甫朋友的爸母就已经先登来台湾归案。经过检方审问了，一个50万交保，一个请回。这边换到贵妇奶奶登来，不过关键的黄博健依然在海外。那她的前男友是不是还没有？目前应该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，我们会持续的来侦办当中，会掌握状况。法务部讲，即马也无接到黄博健要登来台湾的消息，不过贵妇奶奶即马已经登来啊，应该提供资讯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